哦，吃屎哥被我抓到了啦！哦，吃屎哥被我抓到了，完蛋了啦！哎呀，哦，他完蛋了，干你啊！他真的被我抓到了啊！啊，你是吃屎哥哦？嗯。啊，为什么要呛我？相轰。啊？相轰。然后嘞？蹭你热度。蹭我热度啊？你不是说什么我蹭你热度吗？嗯。你不是说我蹭你热度？就是想要红。所以我有得罪你吗？吃屎哥？没有。啊，为什么想要拿我来炒你的知名度？因为我没得罪你嘛，我只是开直播聊天。你说我卖东西，这样对吗？不对。啊，你不是说要什么要让我跳什么咖啡牛奶？是谁要跳咖啡牛奶？是谁啦？谁要跳咖啡牛奶？什么？咖啡牛奶怎么跳？你会跳吗？啊，你不是笑我说干你娘！天风被抓到被跳什么咖啡牛奶？哎呀，啊现在换你跳啊，你跳给大家看啊！来，各位朋友，想不想看吃屎哥跳咖啡牛奶？哎啦，你们觉得剧本套好就套好，随便你们讲哦。那个翻大我直接封锁你哦。哦，我们没有在演戏的。哦，如果在演戏，吃屎哥，哦，来，我先镜头转回来。如果你觉得在演戏，他刚才跟我讲话，早就在那边笑了。哦，这没有在演戏的啦，认真的啦，什么演戏？哦，要看就看，哦，不看就不看，打了啦，不要打人家，打人家等等，我要被人家告。如果在演戏，我刚才给你们看吃屎哥，他早就在那边笑了，在演什么戏呀？来，想看吃屎哥跳咖啡牛奶，全部刷一整排加6，然后刷赞刷爱心，不要停。好了 ，K 大，你觉得我们是在演戏，你就不要看就好了。哦，你们就不要看啦，说真的啦，哦，抓到吃屎哥开直播，哦，你们在那边说什么演戏不演戏？你们要看就看，不要看就不要看，不，在那边演什么戏？啊，在那边演什么戏？抓到就抓到了，在演什么戏呀？啊，对呀，我们两个半斤八两，随便你们讲啊，好，你送而好啊，好不好？哦，你们觉得我是半斤八两，随便你们说了。如果你觉得我们在演戏呀，那就演戏呀，好不好？随便你们讲啦。随便你们讲啊，好不好？想看的刷加6啦，刷一整排赞跟爱心啦。哎呀，来吃屎哥，你现在有什么话想讲？1000多个人而已。你现在被我抓到了，你有什么话要讲？后悔。后悔？这样呛一呛就没事了吗？就希望天风你不要来告我。希望我不要告你。对。干你娘！你不是说要叫我跳什么咖啡牛奶，还什么香蕉肥牛奶？别欺负他啦！哦，有人帮你讲话嘞，怎么办？吃屎哥！吃屎哥！你不是说什么天风没有用，对不对？请问一下啦，我卖我打火机呀，我卖我的打火机，我有卖打火机吗？有。我有卖打火机，我就跟你说，粉丝团管理员批文章，你说有卖打火机，来，我卖什么打火机？来啊，你跟线上讲啊，我卖什么打火机？天风打火机。是我在卖的吗？不是。不然你刚才说我在卖。露露啊，露在帮你卖啊。跟我什么关系？我有没有说林北直播不卖东西？有没有？用你的粉丝团在。用我的粉丝团就有在卖。对啊。鸡掰的，你真的你没事找事做，你想红是不是啊？希望我不要告你。希望我不要告你，你这样对吗？不对。各位朋友，我没有打人我没有打人，我也没欺负弱小。吃屎哥，我有打你吗？你自己讲。没有。
如果我天崩有动手打你，你直接告我，我没话讲。嗯好，1000多个人在看啦，我现场没有打吃屎哥啊。嗯哦，只是拍他而已啊。哦，嗯我并没有打人啦。好啊，如果有打人，你们欢迎报警嘛。我就是没打人啦。嗯哦，我就是没打吃屎哥啦。嗯啊，你私讯我这个乘风破浪，什么都卖台，你私讯什么？什么叫我的打火机如果做的有比你便宜，叫我包包起来是什么意思？因为我的打火机比你好，靠背啊，大声一点啦！因为我的打火机比你好，然后呢？我做的比你好，然后呢？所以我才吵你这个话题。啊，为什么要拿我出来炒话题？你要人数自己去弄嘛，你干嘛来那个？对不对？我有卖东西吗？没有，雷大，我不打人啦，哎呀，我不打人啦，哦，线上酸民哦，自己看啦，啊，不要说天风乱讲的啦，什么在演戏什么的啦，你们现在看吃屎哥笑得出来吗？哎，吃屎哥，我把你抓到的时候，你同不同意跟我一起走的啦？我有压你，强迫你跟我上车吗？有吗？你自己讲。没有，有没有？没有，我有没有叫你跟我上车？没有。我叫你跟我上车，是不是你心甘情愿的？嗯来，各位，吃屎哥在面前，您别欺负什么弱小啦。今天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啦，听有袂啦？哦，S 大你也无爱看，等伊就好啊啦，好不好？什么两个在演哪一出哦？你莫看好啊嘛，对不对？哦，我也是要甲恁讲啦，线顶的选民听好啦，莫阿白呛啦，像即款的啦，像这食屎的啦，好人唔做啦，规工要食屎啦，安尼敢对？你为什么好好的人不做，要吃大便呢？啊，吃屎哥，香红，想红哦，那我让你更红，要不要？不用，要不要？不用，我让你更红啊！哎呀，我现在把你带去山上啊！哎呀，你要红，人数破5000，现场跳下去啊！要不要？不要，啊，你不是想红，还想红吗？不想，啊，以后要不要在直播呛人呛杀？不要，要不要再欺负弱小？不要，啊，你要不要跟我道歉？跳舞，跳什么啦？跳什么？你要叫我跳咖啡牛奶哦？叫我跳？干你娘！叫我跳！来，你娘鸡巴笑得出来？来，咖啡牛奶给我一杯。来，鸡巴被我抓到还叫我跳咖啡牛奶？干你娘！你现在来给我跳咖啡牛奶。来啊，跳啊！咖啡牛奶怎么跳？干你娘！你动作没有给我大一点，晚上不要跟你走。操鸡巴！我没有打你哦。哦，来，咖啡牛奶怎么跳？跳一次。跳啊！飞牛，牛是这样吗？牛是这样吗？咖啡牛奶，咖啡。哎，等一下，牛，等一下，你这个动作是在附件是不是？咖啡牛奶。干你娘嘞！你有没有吃饭呐？你娘鸡掰嘞！有没有吃饭呐？动作大一点呐，给我跳。好。哦，人数没有5000，不要给我走。全部给我跳咖啡牛奶。咖啡牛奶，咖啡牛奶，给我跳到5000人，不然我不放过你。现在1700而已哦，继续跳啊！不是很爱呛。哦，各位朋友，哦，我没有动手打他。来，停。来停，我有没有停啊？靠背啊！我有没有动手打你？没有。我有没有强迫你？没有。用暴力的把你押走带走？有没有？没有。你自己在路上心甘情愿被我抓到的，对不对？对不对啦？说什么？你不会讲话吗？对不对啦？对。啊，咖啡牛奶好不好玩？不好玩。啊，以后要不要再笑我啊？不要。我觉得，哎，各位朋友，你们还觉得要不要再跳？你们觉得这边要不要再让他跳咖啡牛奶？你们觉得还要不要再他跳？
要的刷一整排爱心。来，继续跳哦，继续跳，来啊！不是啡牛奶，咖啡牛奶，咖啡牛奶。哎，人数上升一下，好不好？继续跳，继续跳，咖啡牛奶，继续跳啊！咖啡牛奶，咖啡牛奶。你说，你等一下，我让你喘。你说天风在屏东被抓到，在那边跳咖啡牛奶很丢脸。哦，你觉得现在1700个人在看你跳咖啡牛奶，你觉得会不会丢脸？会丢脸。你为什么要笑我？你为什么想要笑我？想红？想红。然后嘞？就刷存在感。刷存在感。你觉得我人数比你多？你看不过去，对不对？对。以后你会不会在网络上呛当呛塞？不会。不会。对。不会。如果再被抓到怎么办？就不会。如果你说不会再乱呛啊？假设如果你再被抓到怎么办？你自己讲。你就请我吃汉堡。我请你吃汉堡。干你娘！这种话你讲得出来？你做说明，我抓到你我还要花一笔钱去买汉堡请你吃哦。请我吃啊！干你娘！你还笑得出来哦？操鸡掰！给我继续跳！你是哑巴哦？咖啡牛奶要念出来，大声一点，大声一点。牛奶，咖啡牛奶，咖啡牛奶，咖啡牛奶。继续跳啊！啡牛奶，咖啡牛奶，咖啡牛奶。继续跳啊！咖啡牛奶，咖啡牛奶。来，停！咖啡牛奶。来，正大，如果你觉得我们创空哦，请你离开了，不要看了。吃屎哥，我们两个澄清一下，我们有没有串通？没有。你在哪里被我抓到？你自己讲。竹东分局。你什么分局？竹东分局附近。为什么会被我抓到？你跟谁来竹东？我自己来。你怎么来的？我坐车来。你等一下怎么回家？我也不知道。不然这样好了啊。我也没动手啦。我等一下拿计程车钱给你啊。给你坐计程车去，你自己去旅馆休息，我帮你付计程车钱啊。O 不 OK？ OK。以后不要再乱呛了，好不好？好。不要再乱呛了啦，好不好？来啦，各位朋友，原谅打原谅啦。来，各位朋友，你们觉得要不要原谅他？以后要不要再讲到庄鲁鲁？不要。来，跟庄鲁鲁对不起。庄鲁对不起。你不会鞠躬吗？你是没有腰吗？3鞠躬。庄鲁对不起。庄鲁对不起。那以后不要再乱呛了啊！干你娘！认识的你这样呛，鸡巴！你要知名度，你不会去呛别人。你以为我好欺负吗？对不对？不要再乱呛了啦，好不好？线上的人家说不原谅怎么办？怎么办呢？你自己讲啊！人家说不原谅，那些都是酸民。什么酸民啊？干你鸟！我现在在跟你讲话嘞。人家说不原谅怎么办？他们都是来看热闹的。来看热闹的哦。对。各位朋友，好啦，认识的啦。虽然不是说在一起呀，他真的被抓到了，就原谅他了，好不好？就原谅他了，不要再酸了啦，好不好？你们下次妈的嘞，哪一个酸民下次被我抓到，你娘我就
叫抓来40个这个位置叫给我挑咖啡牛奶，再酸啊，拎个生矿买下呀。哦，你们在那边对人家攻击的啊，哦，我就抓出来叫挑咖啡牛奶。好啦，有人说要原谅你，我就原谅你啊，好不好？啊，跟大家说声谢谢啊，谢谢大家原谅你。啊，以后不要再乱呛。好，不要。不要哦。对，不要。你娘，你下次再被我看到在我直播主在那边乱呛，你试看看。改天把你抓出来就不是这样了。就带你去探险，在那边给我睡觉睡一晚，听到了没啊？好了，各位朋友。他头脑有一点点问题吧，我们就原谅他了，好不好？啊，粉丝团记得按赞、设定、追踪、抢先看了，我们就原谅他，哦，好不好？我们就原谅他了。那么多人说原谅他，我们就原谅他了啊！啊，如果你们觉得我在演戏，你们就觉得我在演戏啊，好不好？好啦，好，那我要送他去坐车了啊，哦。他不知道，他私讯粉丝团呛我说他在竹东啊，我刚睡醒了，人不舒服了，算了吧，鲁鲁说，算了，下次不要这样，有没有听到？连管理员都上来讲话了，我给管理员面子。哦，不要再乱呛了啊，各位朋友。哦，来啊，直播关掉。